你是首次购房的买家吗？想得到洛杉矶县政府提供的最高8万5免利息头期款来买你的第一栋房子吗？洛杉矶县政府提供 Home Ownership Program（HOP） 为首次购房者提供头期款来买房子，贷款的金额高达8万5千美元，或购买价格的 20%， 以较低者为准。HOP 提供零利息贷款。当房屋被出售或所有权转让时，需要还款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能不能符合这个贷款的资格。1. 申请人必须是首次购房者，在过去3年都没有拥有任何房产。2. 购房者必须将房屋用来自住。3. 申请人自己必须投入至少头期款的 1% 来购买房子。4. 房子不能够用来出租。5. 以下是依照人数而制定的家庭收入限制。一个人的家庭66750美元，两个人的家庭76250美元，三个人的家庭85800美元，四个人的家庭95300美元，五个人的家庭102950美元，六个人的家庭110550美元，七个人的家庭118200美元，八个人以上的家庭125800美元。如果你符合以上的贷款资格，请跟我联系，这样我可以帮你在符合县政府规定的区域内寻找房屋，并且安排下一步的贷款程序，帮助你成功开心的买到喜欢的房子。最后祝福每位买家都能买得开心，住得安心。20年专业经验帮你把关，帮助你轻松开心的买卖房子。买房、卖房、租房请找蔡宇璇。